国立台湾戏剧学院的秋季公演，这礼拜就要来举行咯。这届推出歌戏《甘国宝过台湾》，是由国宝级的艺术带学生做伙来完成的。甲英国内台戏本来爱做10天，即马浓缩到变2点钟，而且是用现代舞台来呈现，希望台湾的歌戏有无同款的面貌。白色叫苦来唱水，白色叫苦。歌戏国宝艺师王金英伫后台认真传授，另外一名小米老师嘛咧替学生化妆。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学生播这出《甘国宝过台湾》，毋但甲本地爱播10天的传统剧本缩短做2点钟，嘛甲传统甲当代剧场的风格拢合做伙。伊是全本拢4句联，全本拢4句联，拢有押韵的。这个剧本本来是在迄个内台班是爱做10天，咱要甲伊浓缩到2点钟，真无简单。一音，迄音低就是低，悬的就是悬的，一定要唱到到底。阮爱甲迄个底底甲拍好在，互因唱好在，爱学倒顺，毋通晓摊，嘿。甘国宝过台湾描写清朝的甘国宝因为跋筊输钱来台湾了后，落尾搁转去福州做官的故事。因为要配合当代剧场的风格，这脚步手路和传统的歌戏拢无共款，学生就爱开搁较侪时间练习。手，老师讲，莫安尼，就是直接安尼就好啊，较细。所以讲，我是感觉讲，就是头壳爱转。爱想，我感觉内底上困难的代志，是因为老师会真要求阮的转长音，希望咱爱长有够开，才还是安那长，才会长较好听。学校表示，这出有100年历史的作品，是由国宝艺师甲剧本塑甲真，佮结合现代剧场，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呈现丰富的面貌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